后来由立法院长韩国瑜所率领的川普就职庆贺团今仔日回国，甲过去比起来，这届是有所突破。像讲韩国瑜甲驻美国的代表如大雷，拢进入去国会山庄的解放厅来观礼，甲川普的距离只25米远。而且这段行程嘛，甲联邦参议院本来的委员会领袖来会面，而且甲亚洲事务的官员讨论到台湾甲美国未来的合作。看电视的转播见证美国总统川普的就职，由立法院长韩国瑜所出的总统特使团圆满完成总统赖清德交办的任务。过程中，外交部克服就职典礼的地点临时改变的难题，和韩院长加驻美代表如大雷成功进入国会山庄解放厅观礼。过超过英国规矩。你看后来川普总统后来在就职结束以后，他又在国大另外一厅讲了大概40分钟。我们驻美代表处其实已经表现得相当的不错。如大雷甲韩国瑜有翕相，讲甲川普捌敢若离25公尺尔。当然，这段美国行甲当地国会议员的交流嘛是重中之重。代表团会见包括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达克沃斯、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瑞基兹以及商业委员会主席克鲁兹等等领袖交换意见，嘛拜访传统基金会以及威尔逊中心等等智库的学者，并且会见北京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讨论未来台美伫制药、海巡、教育、半导体甲人工智慧合作的可能性。Democracy is our common language, and freedom is our common objective. 随上2021年前总统拜登就职典礼，咱国当时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就成为台美断交后头一摆正式迄邀观礼外交官员，当时位伫国会山庄的正头前，这摆阁得到邀请，当时阁较近台美的关系，敢是因为新政府上任阁较瓦近。典礼从户外移到室内，所以能够容纳的这个座位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即便我们跟美国是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这样的一个成果彰显说我们跟美国之间的情谊。总统特使团完成使命，伫美国的政权交替的时阵，传达总统的意思，要拼台美关系继续深化。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